另外，咧看到咧，即个苗栗的三义乡即个路头，竟然有一台拖拉机停伫咧路中歹去啊！不但是故障，而且佫一直咧呛白烟，这白烟啊足高足大阵的，规条路啊拢白茫茫，看拢无啊！所以啊，了解即个原因，原来是伊内底 turbo 伊即个加力啊，即个雷啊故障，所以规台车一直咧呛白烟，最后啊开了2点钟才将即个故障来排除啊。 拖车伫咧路里行，向向停落来，扫落来，车出大量白烟，一个仔就看无车辆，路里白茫茫，头前的路况是完全看袂到。 地点伫咧苗栗三义乡第13线水尾过路段，当时拖车敢若是雷啊故障，致使车一直咧出烟，来来去去的车辆甲民众看到拢是烟，是真紧张。加上拖车就停伫咧路中央，大量的烟致使经过的车辆拢无法度行。警方到场了后，就需协助指挥交通。驾驶经酒测无饮酒情形，疑因车辆涡轮故障致产生大量浓烟，且停止于路中，往来人车见状纷纷避让。 所幸事故未波及路过民众。经过警方的协助，2点钟了后，故障的车辆才顺利排除，交通恢复正常，加在无影响到其他用路人。不过警方嘛提醒民众，平常时车辆应该就要做好保养加检查，才会当保障家己甲用路人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